一單爆炸性新聞席捲香港娛樂圈，朱千雪生源男驚覺嫁錯人，10大規條曝光變名牌家傭，被逼退出娛樂圈手精禁友，醫生老公真面目震驚全港網。呢條消息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瞬間喺社交媒體炸開，網友們紛紛猜測呢位曾經嘅最美港姐 TVB 當紅花旦，而家轉行做律師嘅朱千雪，究竟遇到咗咩事？從港姐做到律師，從熒幕女神變豪門媳婦，朱千雪嘅人生好似一直都喺聚光燈下。不過呢次嘅風波就將佢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生完男7個月，佢被人影到腰間有贅肉，引發咗女明星應唔應該有肚腩嘅激烈討論。緊接住10大豪門規條曝光，被逼退出娛樂圈手精禁友嘅傳聞鬧到沸沸揚揚。醫生老公吳崑崙嘅真面目，究竟係青梅竹馬嘅完美伴侶，定係控制欲超強嘅豪門公子？呢啲都要從朱千雪嘅成長經歷同愛情故事講起。朱千雪喺香港一個富裕家庭出世，係家中大家姐，下面仲有2個妹妹。8歲嗰陣，佢跟住家人移民去加拿大，雖然語言唔通，2年內都冇交到咩朋友，但屋企人嘅溫暖一直都喺度。爸爸好注重屋企人之間嘅交流，唔准佢哋一返屋企就躲入房，反而鼓勵大家多溝通、多分享。咁樣嘅多溝通家庭氛圍，令朱千雪嘅原生家庭好幸福，亦培養咗佢獨立自信嘅性格。喺 TVB 嗰陣，朱千雪嘅事業蒸蒸日上，參演咗好多部熱門劇集，好似《On Call》36小時2，同吳啟華嘅情侶戲，更係令觀眾記住咗呢個甜甜嘅女仔。不過就喺事業勢頭最猛嘅時候，佢竟然做出一個驚人決定，淡出娛樂圈，重返校園。原來喺競選港姐之前，佢就已經報讀咗香港中文大學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系碩士學位，因為拍戲暫停咗學業。朱千雪嘅轉型之路並唔係一帆風順。2016年，港大法律博士課堂監控拍到，坐喺第一排嘅佢膝頭攤住刑法精要，書頁中間仲夾住電視劇《警犬巴打》嘅劇本。咁樣晝夜分裂嘅生活持續咗數年，直到2020年，佢戴住白色假髮出現在高等法院家事法庭，旁聽席上有市民舉起霞姐加油嘅應援手幅，佢主演嘅《盲俠大律師》正喺熱播，而現實生活嘅佢正為遭受家暴嘅當事人申請禁止令。2018年9月，朱千雪仲未畢業，就被香港5大律師所之一嘅著名律師行聘請，正式開啟咗佢嘅律師生涯。從熒幕女神到法庭上嘅律師，朱千雪用實際行動證明咗自己嘅多面性同無限可能。朱千雪同老公吳崑崙嘅愛情故事，簡直就係現實版童話。2個人嘅媽媽喺醫院識，1988年，佢哋喺同一個病房待產，分娩只相差3日。2位可愛嘅媽媽因此成為咗朋友，之後2家經常見面。朱千雪同吳崑崙亦都成為咗青梅竹馬嘅玩伴。不過，隨着朱千雪一家移民，佢哋嘅聯繫就唔再頻繁。後來，朱千雪返香港發展，而吳崑崙就喺新加坡讀書。雖然身處異地，但2個人嘅感情卻逐漸升溫。朱千雪進入娛樂圈之後，為咗遵守娛樂圈嘅生存法則，亦都為咗保護呢段戀情，佢好少同吳崑崙一齊約會，2個人甚至冇一齊睇過一場電影，就連去國外旅行，喺飛機上都唔敢坐埋一齊。對於朱千雪嘅小心翼翼，吳崑崙一直都無條件支持。直到2個人被人影到約會嘅相，朱千雪先大方認愛，首次公開自己嘅戀情。呢場異地戀一談就係5年。喺呢5年裏，佢哋經歷咗無數考驗同等待，但始終堅守住對彼此嘅愛同承諾。朱千雪同吳崑崙喺巴厘島舉辦咗一場樸素嘅婚禮。呢場婚禮冇奢華嘅排場，卻充滿咗浪漫同溫馨。2個人手牽手行喺沙灘上，許下咗對彼此嘅誓言。婚後，佢哋並冇因為婚姻而牽絆住各自嘅發展，反而分居兩地，各自完成自己嘅學業。
朱千雪成為咗一名律師，吳昆侖就順利做咗醫生。佢哋互相扶持，共同進步，感情始終如一。不過，輿論嘅壓力並冇因此消散。朱千雪生完男男之後迅速減重，社交媒體上見證咗佢產後75日減重25磅嘅閃電記錄，亦都記錄下凌晨3點為絕絕時修改答辯狀嘅側影。雖然佢努力平衡住事業同家庭，但輿論嘅焦點卻始終冇離開過佢嘅身材同產後狀態。就喺朱千雪努力適應母親角色嘅時候，一則10大豪門規條曝光嘅新聞將佢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據傳，朱千雪婚後需要遵守一系列嚴格嘅家規，包括但唔限於退出娛樂圈、限制社交活動、守貞禁有等等。呢啲規條被網友解讀為豪門對兒媳嘅控制欲，甚至有人質疑朱千雪係咪淪為咗名牌家傭。不過，真相究竟係點樣嘅呢？據知情人士透露，呢啲規條並唔係完全屬實，而係部分網友嘅誇大同誤解。朱千雪婚後確實減少咗娛樂圈嘅活動，但呢更多係佢個人嘅選擇，而唔係豪門嘅強制要求。佢一直都知自己想要咩，唔會為咗名氣、金錢而放棄自己嘅理想。喺最風光嘅時刻，面對名利場嘅誘惑，佢毫不動搖，一心只想沉澱落嚟，提升自己。喺朱千雪嘅成長過程中，家庭嘅支持一直都係佢最堅實嘅後盾。父母對佢嘅教育同關愛令佢成為咗獨立、自信嘅女性。兩個妹妹嘅陪伴則令佢感受到親情嘅溫暖。婚後，雖然佢同吳昆侖分居兩地，但雙方嘅家庭都給予咗佢哋充分嘅支持同理解。咁樣嘅家庭支持令佢喺面對輿論壓力同事業挑戰時更加從容同堅定。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朱千雪老師從來冇因為家庭生活而放慢事業腳步，呢份對專業嘅執着令人敬佩。佢成為執業律師之後，每周二四準時出現喺中環律師樓婚姻訴訟部，處理離婚財產分割、撫養權爭議等案件時，連助理都驚嘆佢總能精準找住爭議焦點。周一、周三佢就化身港大法學院最受歡迎嘅客座講師。記得有次佢講解版權條例時，連走廊都擠滿旁聽學生，課後仲耐心解答問題到傍晚。最令人意外嘅係佢嘅時間管理能力。工作人員翻開手機相冊展示，你睇呢張相，佢抱住5個月大嘅兒子出庭時，嬰兒車裏仲放住待批改嘅學生論文。周六全日育兒間隙，佢會喺嬰兒哄睡之後剪輯法律科普視頻。有次凌晨2點，仲喺群組裏面討論視頻腳本。關於未來規劃，該工作人員透露，院領導已經多次同佢洽談全職教職事宜，以佢喺知識產權領域嘅造詣，完全有資格開設獨立課程。但佢始終強調要等男男上幼兒園之後再做決定，咁樣既保持專業高度又兼顧家庭嘅態度，喺豪門媳婦裏面實在罕見。談及之前引發熱議嘅產後身材話題，工作人員證實到，當時佢剛結束連續18小時嘅庭審，制服腰間自然褶皺被人惡意截圖傳播。但你睇呢張司法機構內部流傳嘅出庭照，佢抱住男男仍然保持住專業儀態，咁樣嘅真實狀態反而贏得更多法律界同行嘅尊重。而家圈內都在討論，與其苛求女性產後立刻恢復身材，不如關注佢哋喺專業領域嘅持續貢獻。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事實上，產後肚腩確實係好多女性都會經歷嘅正常生理現象。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23年度最新報告數據顯示，喺參與調研嘅產婦群體中，有高達89%嘅受訪者腹直肌分離症狀會持續至產後10個月之久。呢啲權威數據恰恰印證咗，產後身體恢復需要經歷相當長嘅週期。我哋特別呼籲社會各界給予新手媽媽們更多理解同包容。女性朋友們完全唔必因為暫時嘅身材變化產生焦慮情緒或者自我否定。談及近期引發熱議嘅10大豪門規條曝光事件，該工作人員進一步分析到，
呢則新聞確實激發咗公眾對豪門生活嘅無限遐想，但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加富層次感。以朱千雪女士嘅實際經歷為例，佢既冇陷入外界臆測嘅紙醉金迷，亦都並非完全被傳統規約束縛。咁樣打破刻板印象嘅真實狀態，或許先係當代豪門生活嘅真實寫照。喺深入探討女性發展議題時，工作人員特別強調，朱千雪女士嘅選擇具有示範意義。佢喺兼顧豪門家族責任嘅同時，始終保持住律師職業嘅專業追求，咁樣喺多重身份間尋找平衡嘅智慧，恰恰展現咗現代女性嘅獨特魅力。佢用實際行動證明，女性完全可以透過自身努力喺事業領域贏得尊重，咁樣嘅價值實現同家庭角色並唔衝突。當我哋重新審視朱千雪嘅人生軌跡，工作人員總結道，會發現佢突破咗單一身份標籤嘅局限，既係家族成員，亦都係職場精英，既係母親，更加係獨立個體。咁樣多維度嘅價值呈現，為當代女性樹立咗全新標杆。真正嘅自我實現，唔在於完全摒棄某種身份，而在於點樣喺不同角色間建立有機聯結，最終透過持續精進實現人生價值。朱千雪嘅故事就好似一部精彩嘅電視劇，充滿咗浪漫、挑戰同成長。從加拿大返香港，從港姐做到律師，從熒幕女神變豪門媳婦，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咗女性嘅無限可能。面對產後嘅身材焦慮、豪門嘅規條爭議同輿論嘅壓力，佢始終保持住從容同堅定，用自己嘅選擇同堅持贏得咗尊重同認可。朱千雪嘅故事告訴我哋，女性唔應該被任何標籤所束縛，無論係港姐律師定係豪門媳婦。我哋應該尊重女性嘅選擇同追求，鼓勵佢哋勇敢咁追求自己嘅幸福同夢想。喺呢個多元化嘅時代，讓我哋共同期待朱千雪未來更加精彩嘅表現，亦都期待更多女性能夠好似佢一樣，活出自己嘅精彩同價值。